繩兒童王國，親子同樂嘅夢幻天堂。位於日本沖繩本島中部嘅沖繩兒童王國，係一個專為親子打造嘅夢幻樂園。呢度結合咗動物園同互動博物館嘅特色，等大人細路都可以玩得開心，學得有趣。喺陽光灑落、綠意盎然嘅園區，小朋友興奮咁跑嚟跑去，仲同動物朋友們 say hello， 呢個就係完美嘅家庭旅行啦！動物樂園王國入面有5大動物園區，超過150種動物熱情咁迎接你。餵食區更加係嗨點，小朋友可以親手餵小動物食嘢，笑聲此起彼落，連爸媽都俾呢個溫馨畫面融化咗啦。琉球湖呢度飼養咗包括沖繩本島、九州同台灣之間約200個大大小小島嶼群孕育嘅豐富動植物群，原生家畜、北九島獼猴、白鷺、大冠鷲等鳥類都喺呢度。里沙迷宮，世界上最細隻嘅紅馬來熊同日本黑熊都喺呢度。參觀者可以喺木棧板步道高處觀察動物，仲設置咗俾細路仔玩耍嘅攀爬網。草食動物 Asabina 遊樂場 Asabina 喺沖繩方言中係遊樂場嘅意思，入面聚集咗大型草食動物，可以見到魚苗食沙石去幫助消化，水豚悠閒咁瞓懶覺，大象悠閒咁 fling 象鼻，長頸鹿優雅漫步，仲有浸喺水度休息嘅河馬。獵人潛伏秘境，一步步深入探索水獺、鱷魚、食蟻獸、美洲虎等動物嘅家，仲有可能見到鱷魚嘅捕食畫面，超有探險氛圍。獅子園區呢度主要運用園區原有嘅地形，打造接近獅子原始自然棲息地嘅岩石環境，而遊客就可以從唔同角度觀察獅子嘅各種姿態。神奇博物館，滿滿嘅互動展品等細路仔變身小小科學家，敲敲打打會發聲嘅樂器，五彩繽紛嘅展示，仿佛走入奇幻故事。遊樂設施5大小朋友放電區，騎乘樂園、秋千樂園、親水樂園、漁夫甲板、故鄉園，都係俾小朋友可以玩唔停嘅地方，感受奔跑嘅快樂，連空氣都充滿開心嘅笑聲。沖繩兒童王國係親子旅遊嘅天堂，帶埋相機，同家人一齊留下歡樂嘅回憶啦！